你讲姐啊，夹夹人系天上一判法嘞。嘛个事情啊？跟住我公司啊，有一只科长嘅劇啊。論能力、論經驗，應該係挨張錯啊。嗰啲恭喜嘅啊！哎呦，恭喜嘛，梗啦！看你個住宿嘅阿伯，我比較起咧。做嘛呢？哎呦，啥唔知？我喺公司上班嘅時間，我表現最優秀嘅啦。當好啊！唔過下班以後啊，就我嗰條同事啊，表現比我較優秀。下班？哎呦，啥唔知？下班以後啊，嗰條毛叫嘅啊，就抽條架去訂酒家唱 KTV，無事啊唱機啊去打高爾夫球啦。好嘅雜雜個風神八傑，頭眼美錯，就差啲冇得騎腳。佢唔也去啊？挨就冇去啦。有志氣，到老年八傑嘅事情唔可以做。梗係適當多錢呢。難怪你阿冇人嘅，你3年才跳壓出嚟啦。唔過。我哋好實數地位，我哋整次做了科長，唔看眼用我做啊！哼，四出長得一時講，也想我八傑咁富嘅菜。乜個八傑咯？我就唔係八傑啦，我啲公司啊，我係靠業績，我係有能力嘅呢。咁你就冇馬好社會啊？冇啦，我係咧愛尋找適當嘅時機哦，留頭家表現啦，我嘅野心啦。佢當簡單啦，你就做到人頭家嘅辦公室去捧門啦，確，科長幫我做，我幫我就唔做咧，希望做人好看。喂，上架喎！哎呦，拜託啊，唔好講笑好冇？我係自己愛潛能嘅聽書嘅啦，唔好啲家講嘅以為冇嘅啦。係冇想樣嘅啊！我就想講一啲時代下嘅場合，輕輕鬆鬆、歡歡喜喜嗬，讓我頭家打出一句講緊件事情啊。咁你就請佢四川飯啦。哎呦，做乜食飯咯？咁你又係南美人，我老幾又冇乜話好講，面對面當尷尬啦。唔做你請兩個細妹皮蛋啊？請雞仲雞啊？佢做咩做？拜託。咪係唔請幾種嘅呀？我係講啊，唔請人頭家，還有佢姑娘，唔想老人姑娘，還有帶電啊！哎呦，我以為冇想到，佢兩個好，唔是錢咧。好啦。你前面見哦，較高級嘅飯店啦，睇嘅包廂，點四份套餐，像魚翅、燕窩、牛手排，將白雞肝嘅嗬，嘅精巧嘅葡萄酒。好啦，好哈，我結天咧。我今天啊，請我頭家佬頭家娘，你講唔卡食飯？到時啊，咱拜託啦，來做皮呀！你有冇去鳥卡斯啦？哎呦，來木卡斯怕省錢啊，便宜但是又有人情味。我請來老個便宜哈，唔好老個省錢哈。你講緊乜嘅話嚇？我要咩幾種嘅？錯，當然係啊，幾條來去？冇去。娘就冇去呢，因為我也3年啦，當見識哦，好事咧啊，我當愛去鳥屋卡有嘛澎湃好事啦。跟我冇樣啊，唔講啦，唔講，你什麼跟唔講啊？我想愛食客家菜。當都好，我頭家有咩客家嘢，叫咩當好食客家菜？我食客家菜哦，當講究嘅呢，我愛鹹香皮。娘係鹹香皮咯。我也係客家嘅傳統啊，頭擺啊年糕較苦啦，無油無辣，一整日啦，有28日啦，食到一樣在落落嘅啦。迄講啊菜啊冇煮到較鹹地位，因為我好幫飯咯，煮較油地位啊，將補充嘅油分，減地位肉氣。再講個菜啊，個食材按普通，冇煮到一樣香噴噴嘅，因為上人食。好，我記得咧，鹹香皮有。還有哦，個翕的啊、炒的啊、燉的啊，還有滷的醬菜、辣醬料，全部都要有哦。因為係客家嘅特色，食了呀就本人親味，永久就唔會唔記得客家菜嘅味思。有道理，有道理啦。最作正統嘅客家菜，好料嘅出到頭家再度，也兩時啊，頭家切對當好講法，聽得人啲順便啊，對風啊，頭家娘啊。科長就喺挨做，哇哈哈！哎呦，想必是呐，伢姑娘咩點樣嚟料理呀？冇問題啊，伢姑娘嘅屬業唔會輸給台灣店嘅料理師傅呢。唔講得出嘅菜名，佢就做得出。真嘅哦，迄講真嘅本來是都當過年嗬，我一聽去鳥卡佬天數講好法。好，這樣講，趕緊看啦。
你把个菜啊菜单开出来。我想看啊嘞。啊，你听听的笑哈，欸我就成老个球球圆圆的糍粑掉出来，換個雷河嘅鐵條粉、糖粉，還個麥粉啊，吼，香噴噴嘅糍粑吼，俾我再度，有冇好食咧？看後啦，佢兩隻糍粑食落肚，唔都飽到會死，那還食得落啊？看人很知道，身份看財咧，跟門講啊，人有什麼跟人講啊？我講啦，先來一個冷盤，要，係現場破下工，攞卵，攞住呢條。攞豬骨、客家鹹豬肉、土雞剁盤、三層肉混結醬。做一隻滿山這位鹽雞來獻吃，皮黃無油囊，肉結結的有奶臭，茫茫的喲。再來一個客家嘅絲雲絲炒，個絲雲係條油混炕肉，菜頭混排骨，冬瓜混鴨肉，竹筍混豬腸。個絲炒係客家小炒。豬腸炒薑絲，豬鳳炒韭菜，豬耳炒木米黃梨鹹酸甜。也豬腸炒薑絲啊，係酸中帶香，香中帶青，天天的青話好食又唔會呢改。當好再來一個啊，客家嘅白肉三寶。一白肉三寶係白菜、苦瓜、冬瓜，一全部都用放嘅哦，用炕嘅哦，用爐嘅哦。好。好煮啊多客家嘅名菜嚟嘅嗬，多，家人講嘅全部唔似家講嘅呢，我就係問佢是點呢？嚇，你點乜緊哦？談好嘅哈，我愛啊客家蒸卵、蘿卵、菜脯卵、切葉插煎卵、苦瓜炒鹹卵、客家豬腳、客家鳳肉、炒豬肝、炒豬肚、客家竹筍醃豬肉、佐麻鴨肉、鹹菜炕肉、薑絲炒牛肉。我陪侍哦。係咯喲，客家鹹豆腐、煎豆腐、破豆腐、醃豆腐。好咧。客家清蒸魚、煎鹹魚、透絲魚、炒沙魚、破荷巴魚。要。客家蔥油雞、麻油雞酒、麻油炒豬油、黃梨苦瓜雞。係要啊。係客家破下公、下公煎卵、火腩頭炒下鹽。係要點乜條啊？係客家炒半條、煮半條、菜頭板、鳳板、椰板、板中菜包。好呀，聽明啦。歸面上是客家卜菜湯、煮鳳湯、煮肚湯、卜菜鴨肉湯、鹹菜煮肚湯。歸面再來一出清涼降火嘅扁糖鮮菜。哇，鹹澎湃哦！你啊真傑氣，你客家嘅滿漢全席。迄講吼，做得再來一盤炒米粉，我保證呀頭家心肝都一定當歡喜。你有睇下都歡喜，我不要都冇歡喜的啊！做嘛呢？因為啊，用誒，我冇拿錢不去買菜。哈！